哇 ，Adeline，今天这样开心的，发生什么事哦？没有啦，男朋友刚买了 CV 8了嘛，所以对我们是医保九九，嘿嘿，想到就开心。是哦，安哥，你是医保人哦。啊，是啊，介绍一点好料来吃嘞。可以。有什么特别的？拿菜雞哦，不要啦，安哥，有芽菜雞。雞絲河粉，哈，安哥，有雞絲河粉咩？那鹽焗雞可以啩？好吃咩？没有别的咩？全部都是雞媽來的。介紹給你不要，安哥，我是男你醫保朋友。人只是懂這些罷了咩？講就沒有特別點的咩？例如好吃的雞翅膀啊、肉叔叔那些。雞翅膀，肉叔叔，什麼來的？啊，Adeline啊，其實咧你唔識講咧，冇關係嘅，uncle唔會怪你嘅。怡保人啊，唔會叫雞，亦叫做雞翅膀哦。包叔唔會叫做肉叔叔哦。哎呀，安哥，叫你介紹罷了嘛，這樣神奇做麼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叫我男朋友帶我去找螃蟹吃。螃蟹啊！